这种还得哎呦，水个！这个师傅安怎称呼？嘛，蓝师傅伊，嘛叫哦，嘛是阿福啊，是细号阿福师啊，谢谢阿好赛啊，这拢你家己想的，对你家己想的，对，真牛啊，真真牛。真高真高，这茶下落吼，嘿上界惊是惊啥？惊啦，惊会苦，但是伊袂，对，颠倒有一个甘甘的滋味，对对对对对在对对。地巷边啊，佫开一间餐厅，咱讲实在，哦，真高煮，基本上艺人这边讲正熬水跟正酒，正熬水这个正那个正酒。真一定做少啊吼。安尼我都听着伊讲真，安怎我都听伊我讲，咱艺人这边相当未讲，较较你讲啊吼。你跟大伙你讲。哦，安尼我会当请教一下无？恁敢知影洗澡？洗文书啊，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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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对啊，这正宜兰人啊，真是那种。嘿，洗文书你拢会讲洗文书啊？这种书是阮以前听到嘛，甲做啊，即种电视角就用洗身躯，哦，这种便器，因为电视八点档拢会变。安尼就拍算就可笑啊，这是一个文化。所以讲，你当初啊，你囡仔的时阵，爸爸会讲，紧去洗文书，会安尼嘛？哎呀，阮这皮啊，对对，叫人拍的，叫洗身躯。我这样子差不多啊，洗文书无什么变，但嘛是讲啊洗文书。对哦。